尊敬的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今年呢是我们西藏人流亡印度以及流亡到世界各地6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那对于一个民族来讲，60年其实时间很短，但是对于一个个人来讲，60年的时间是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呢，在西藏政府以及尊者达赖喇嘛领导的这样的流亡印度60年以来，我们所经历了很多艰难的历程。那我们也都知道，尊者达赖喇嘛听政以后，虽然在西藏，他想对西藏的以前的政治制度做一些彻底的一些改变，专门成立了一个改良小组，但是由于当时中共对西藏的这种统治跟影响力，真的达赖喇嘛的这些初衷和愿望无法在西藏得以实现。那我们59年在西藏爆发西藏民众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后，中共对西藏的这种起义活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尊者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的合法政府需要流亡到印度。59年3月份流亡以后，那尊者达赖喇嘛在流亡社会当中，为了将西藏的这个社会走向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化，在60年就开始与西藏的有关民众，特别是有关原西藏政府的官员协商以后，在印度的菩提迦叶那发出要以后是西藏走向真正民主化的这个号召以后，那在1960年9月份，也就是说在流亡以后的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以后，不仅在流亡当中成立了一个西藏合法的流亡政府，而且是这流亡政府为实现民主化成立了最初的西藏人民议会。1960年9月2号，西藏人民议会正式的成立，这也标志着我们在流亡当中第一个，也就是每年的9月2号，成为一个西藏的民主节。因此，那从1960年最初成立西藏人民议会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那整个西藏流亡政府已经逐步的走向了非常民主化的、非常成熟的三权分立的一个民主机制。我认为这在一个流亡社会来讲，算是一个所有的这种流亡社会需要学习和使用的一个典范。对。那现在人民议会最初成立以后，不管是议会的席位，包括各地区或者说各个教派的席位，毕竟各方面呢就并不是非常的完善。那最初的西藏的3区，也就是西藏的西藏的威藏、康巴、安多3个区域的代表。以及最初我们西藏的就是藏传佛教的4个教派以外，像西藏的传统的本波教派也没有席位。那通过逐步的完善这种席位制度，开始增加了其他教派的席位，也逐步的增加了一些各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地方各个区域的席位。那但是呢，由于当时刚流亡的印度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怎么好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西藏人民议会呢并没有能充分的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立法机构，所以它相当于一种常设委员会的形式，在跟行政、立法它都是交叉的在进行这行政工作。
那到90年以后，真的达赖喇嘛颁布命令，当时解散议会，重新制定流亡藏的宪章。在91年在颁布流亡藏的宪章以后，不仅增加了各个区域的议会的席位，而且也增加了驻外机构，也就是说驻外的北美、欧洲地区的增加了这些议席。因此呢，从91年开始，西藏流亡藏的宪章颁布以后，那种民主里面的三权分治的行政、立法、司法，也就是最高法院，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制度。因此呢，从90年开始解散议会，到91年成立第11届人民议会。从这些颁布的流亡藏人宪章里面，特别是为了保障女性的参政度，特别就说在投票当中必须要保证女性的参政度，所以呢这方面呢就是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些修改。因此从91年的现在，流亡的藏人社会不仅仅走向了民主化，而且从民主转型当中呢，逐步走向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三权分立的一个民主之路。那我前面讲到91年颁布流亡藏人宪章以后，虽然议会已经逐步走向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立法机制，但是呢，行政机构内阁纲下的产生，也还是需要有达赖喇嘛提名到，以后呢直接去到那个议会里面通过。但是2001年，也就是颁布流亡藏人宪章以后的10年以后，2001年，又依据真的达赖喇嘛的支持，议会对流亡藏人的政治领袖的选举做了很大的一个修改。也就是说，流亡藏人的首席部长，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要用民众直选产生，议会它已经是民众直选产生，所以呢，2001年颁布修改流亡藏人宪章以后，首席部长的选举当时是每人，就是说流亡藏人每人一票选举产生以后呢，真的达赖喇嘛基于西藏民主争取自由斗争的这种长期性以及严峻性以及艰巨性，他为了让年轻的，也就是说后一辈的，在没有达赖喇嘛时代，所有的藏人能够担负起这种争取西藏自由斗争的重任。因此呢，从2001年开始，把所有的行政权力慢慢的移交给民选的行政机构自己来承担。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极具威望的藏人的精神领袖，在后面作为一种顾问或者说推手的作用。因此呢，从2001年到2011年之间，随着达赖喇嘛就是说基本上处于半退休之代，让流亡藏人、流亡社会，特别是流亡政府，能够在没有遵照达赖喇嘛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担负自己民族责任的这一工作机制。因此呢，从2001年到2010年之间，对整个流亡政府的行政工作的这种完善，各种法律法规机制的完善，那做出了很多工作，为以后新的年轻人上台能够继承这种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样以后呢，大概从2011年当时在流亡社会里面，我们都知道第一次的民选总理、首席部长是桑都日木杰当选。
那省统仁波切呢，他作为一个仁波切，他作为一个极具佛学知识的一个高僧，又既具现代政治立法以及各种哲学知识的一个学者，在流亡社会当中呢，他有极高的威望。那在政治领域，除了尊者达赖喇嘛以外，省统仁波切他应算是整个西藏流亡社会里面的第2号人物。那第2号人物省统仁波切连续当了10年的首席部长以后，到了2011年，需要进行选举。那当时呢，作为在哈佛博士毕业的罗宗森格呢，就以高票的当选为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但到这时候呢，尊者达赖喇嘛又做出最重要的决定。也就是说，那现在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当中，尊者达赖喇嘛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整个西藏流亡社会、流亡政府的运作各方面也都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娴熟。那第二点，现在2011年呢，由新的民众呢投票选举出一个既具现代文化知识的一个年轻人来当上我们的首席部长因此呢，尊者达赖喇嘛认为他现在应该是退出整个西藏的这种政治舞台，也就是说结束从50达赖喇嘛成立西藏的噶当婆措政权延续到现在由利贝达赖喇嘛掌控西藏政教的这一制度要进行改变。要做出这一决定，但是呢，对于西藏人来讲呢，就是说，尊者达赖喇嘛的对他的这种尊敬和信仰，以及他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家无法接受，尊者达赖喇嘛彻底把所有的政治权利移交给民选的政治领袖的这一决定。那当然了，当时我们也在议会里面。在议会里面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一直通过决议要求尊者达赖喇嘛收回这样的成命，而且我们专门召开西藏的特别民众大会，征询民众意见，民众意见一致决定尊者达赖喇嘛收回这一成命。但是呢，尊者达赖喇嘛因为从小也就是说就有这种就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也就是说，西藏的民主化更走向这种完善化，必须要结束由一个人长期担任这种政治领袖的这一个做法。因此呢，达赖喇嘛也就坚决不收回这种成本。因此，2011年尊者达赖喇嘛也就结束了西藏自300多年以来形成的一个政治制度，那把所有的权利移交给了我们的民选的政治领袖。那这样以后呢，我们也都知道，虽然我们在流亡社会里面成立了非常稳固的流亡政府，运作机制也非常健全，但是呢，由于国际社会以及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势力以及打压的程度越来越强大，那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这种继续生存也需要做很多的这种计划跟打算。那为了以后一旦尊者达赖喇嘛不在了，那我们的西藏流亡社会，西藏的争取自由斗争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我们这个流亡政府必须要继续生存下去。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之下，那继续使用西藏流亡政府或者说带有政治色彩的政府这些呢，就会为以后打下一些危险的伏笔。因此呢，为了以后不发生这样的一些危机感，或者说为了是流亡社会、流亡政府能够在
印度社会里面继续生存下去。那我们流亡政府对当时的所称的西藏流亡政府做出了有非常大的一些修改。这些修改也征询了很多民众的意见，包括西藏人民议会里面通过这种法律告诉有关法规上的一些修改。那但是藏文里面改的基本上是藏人组织，藏人组织呢后来呢在翻译当中呢就变成藏人行政中央现在使用的。那这些呢也就是说当时对这样的一些修改，在民间，在各非政府机构也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跟批评，认为我们关闭了西藏流亡政府，其实虽然把名称从西藏流亡政府改为藏人行政中央，但是呢，这种三权分离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以及行政机构下面的各个部门，它都照样一样的可以在运作。因此呢，我们做出了这么重大的修改。那这种重大的修改以后，以前尊者达赖喇嘛他在担任西藏的政治行政最高领袖的时候呢，我们的内阁的各部长呢，就有个叫首席部长，当时称为首席部长。那随着尊者达赖喇嘛把所有的政治权力移交给民选的政治领袖以后，然后我们认为那不应该是首相或者说是首席部长，因为我们的这些政治制度里面也并不是那种君主立宪制度，也不是总统完全是总统制，也不是议会制度。因此呢就把首席部长的名称呢改为司政。其实这个司政藏文里面是西中因为它原用的是西中，后来就改为总统这个英文名字。因此呢就出于这样一些考虑以后呢首席部长的名称也改为司政，这是这么一个历史背景。我认为很多的流亡团体他都不会坚持很久，有些在流亡几年以后会夭折，有些十几年、几十年以后就没有什么活动，销声匿迹了。作为一个西藏人来讲，流亡60年了，但是呢，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西藏问题依然是全世界最瞩目的一个问题，最国际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流亡当中虽然经历了许多艰难的历程，但是呢，就像我在前面讲的，我们在政治上这种走向陈述的民主化当中呢，我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之外，然后我们在学校建设、卫生制度包括自己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方面，然后我认为我们现在流亡政府应该算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团体。那主要我们都知道，我们59年刚流亡到印度以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国际知识，第一个，第二个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经验来推广我们的这种政治经济或者说我们的教育文化制度。那这些都因为尊者达赖喇嘛有这样前瞻性的一些怎么讲呢？就知道，以及印度政府对西藏政府的这种特殊照顾。那虽然59年到60年代，包括70年代，虽然我们在外非常艰难，但是我们在藏人定居藏人社会的定居制度，特别是学校的建设以及寺院的建设上面呢，我们几十年的时间了，花了很大的努力。所以呢，在整个西藏境内，我们自己的所有寺院被毁灭，在学校里面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的传统的语言文化教育的同时，在流亡社会里面，
建设了非常多的学校和寺院，但是由于流亡社会人口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人口少，这些学校和寺院里面的生源就很紧张。在79年，大概80年代，整个西藏境内外之间有了一些稍微的互动，政策稍微有些宽松以后，那当时呢，从西藏境内就流亡出来了大量的年轻人，特别是僧人，流亡到印度。这种流亡印度以后呢，就由于我们在前20-30年时间里面，建立了非常好的各个教派，非常好的寺院。学校的建设特别好，所以呢，就可以完全充实到各个学校跟那些寺院里面，因此呢，就培养出了许多非常杰出的宗教领袖、宗教的这些革新，包括各个学校里面培养出现在在流亡学校里面培养出来的这些大学生，包括各个寺院里面出来的这些。非常杰出的这些僧人，那已经，不仅仅在流亡社会里面各个阶层、各个单位里面在任职，而且我们都知道，西藏议会里面的议会席位里面，西藏境内出来的基本上已经占到了50%，所以呢，这种教育上面。那对自己语言文化的传承，对宗教文化的传承，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这种抢救和学习，那我认为这个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政治上不讲，那西藏问题在国际上获得的巨大的一个成就，主要我们都知道，西藏问题不仅仅获得了美国、欧洲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的支持，而且在民间这种草根民主当中呢，建立了许多草根的支援西藏的团体。那西藏境内发生任何一件事，通过我们的西藏流亡政府，可以完全在全世界上引起非常大的共鸣。因此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西藏问题是西藏境内民众的勇气，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运作、国际社会的支持。那我认为这些造成了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这种产生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对，我认为，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问。虽然我们刚才所讲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这种有效运作包括我们的一些机制的健全我们流亡60年了，但是呢，西藏流亡的西藏人还是可以有效的可以统一在流亡藏人的藏人行政中央的职位，但是呢，毕竟。第一个，中共在西藏的这种管控措施越来越严。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在国际上对西藏问题打压是越来越大。那作为一个流亡藏人，他本来就人数不多，那分散在世界各国也各个国家以后呢，这种就说在印度真正能够。在藏人行政中央的这种，能够在印度以流亡难民的这种身份定居下来的人数呢，会在越来越减少。那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之下，那怎样去让年轻一代的流亡藏人也好，年轻一代的藏人，怎么样去继续呃呃继续争取自己民族的这种自由斗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主要我在想的是，
现状里面呢是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虽然我们很多人现在走出去，走到了欧美国家，或者说其他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呢，这里面也有两个就是这是有两个，就是一个是有利有弊的。第一个，我刚才所讲的，真正在印度、尼泊尔的人数会减少，但是那由于很多人流亡到国外以后，在国际上，不管到什么国家、哪个国家，那些藏人对自己民族保持的这种热情也好、希望也好，这种热情度其实并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在国外的这种藏人的人数的增多，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的传承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知道60、70年代流亡到瑞士的一代藏人，很多人现在连一句藏文都不懂，但是呢，80、90年代、2000年以后，特别现在流亡出来以后，由于在国外藏人社区的扩大，那藏人这种相互集中的次数的增多，大家这方面的传承虽然有一些严峻的考验，但是呢，很多都朝着好的方向一个发展。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由于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民主化的一个社会里面，现在又是一个非常网络化的一个时代，民主化呢需要一些竞争机制的进入，那这种竞争机制就像市政的选举也好，议员的选举也好，那这些里面产生的一些就说很多民主国家，都遭遇的一种，相互间的一种些批评包括一些相互攻击这些呢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那这种社会矛盾呢，就往往变成一种私人间的一种恩怨，而且变成区域间、教派间的一些怎么说呢，斗争也好，一些这样一些趋势在流亡社会里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来越严峻。那这些现象呢，我认为呢是对流亡社会也好，对战略行政中央也好，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我们在走向民主化的当中呢，像西藏锦历的人，由于他没有这种充分表达就说自己自由的这种自由，所以呢，看到一些流亡生里面非常尖锐的一些讨论，非常尖锐的一些批评，反而会认为这是一种就是说整个西藏这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个政治，也许有人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流亡社会里面，不管是市政的选举，或者说议会的选举，或者说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选举，大家所有的这些争论，不是把它压制下来，而且可以把它拿到台面上进行热烈的讨论，进行相互间非常激烈的这种争论，这其实本身就体现出了流亡社会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充分的言论自由。所以呢，我认为。虽然有严峻的挑战，但是呢，最终由于民主机制的这种有效运作，这样的一些争论也好，这样的一些相互间的攻击也会逐步会更完善。那么我认为呢，最主要的西藏锦历，那些西藏锦历藏人，他们对西藏民族的这种热忱，特别是为保存西藏民族的特性，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的传承，能够用生命的代价去争取。我认为这种精神是我们在外的流亡藏人，为争取西藏自由斗争的一种精神支柱。我们都知道。西藏锦历藏人，他虽然遭受着中共的经济上各方面的这种诱惑和压力，而且从
各个方面进行的这种严控的管制跟打压，60年了，60多年，将近70年，但是呢，他们这是一种不变的勇气，都应该成为是整个西藏问题。虽然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些严峻的形势，但是呢，这些都成为最终我们西藏问题能够获得真正解决的和最大的动力。因此呢，在展望西藏未来，我们也都知道，中共它虽然从表面上它的经济在强大，它的军事实力，各种实力都在增长，但是呢，我们有自己的这种正义的斗争，以及国际上正义的这种支持，而且我们的这种软实力。我们有一种能够把所有的西藏人凝聚成一股的我们的一种精神支柱，请另外藏人之间的这种团结和同仇敌忾，特别是那种为自己民族的文化、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民族特性的保护，能够献出生命的这些勇气和精神，特别流亡藏人里面藏人行政中央的这些有效运作，我认为都会成为以后西藏问题不会在短期内消亡，甚至随着中共的这种腐败，中国国内社会的这种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这都会成为西藏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